位天司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咧，我是综艺圈阿群妹。今日嘅节目当中，又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个清香素的事件。用办讲呢，要在事件下主头4点偏偏同适合来一杯咖啡。今日又来同大家来分享咖啡哦。韩国一间咖啡店就是对我嘅家乡苗栗来嘅，韩国也係幾戶客人啲嘅經營一間咖啡堂，韓國親友貼士好好來同大家來分享，謝謝大家來分享。今日嘅節目地都有請到位來賓來分享，為民分享。大家好，我係劉偉明，今天來介紹墨香的手沖咖啡。哦，分享為民來到節目當中，輕後生很年輕啊，基本要來好好同大家來小結，算是你的專長啦，對不對？沖咖啡已經很厲害了，安用版厲害呢，基本要好好來同大家來小結。其實，以前這個為民，鬼不卡影，沒有在苗栗，以前是在台北。對，那為什麼會就是從台北離開台北，然後去到苗栗這個地方，然後重新來創立一個品牌呢？因為一開始呢，我們是有介紹一些苗栗市，他們有發布一些清市節擺攤消息。我們想說，因為老家也在苗栗，想說阿公阿婆在苗栗，對，想說我們可以回家鄉試試看，就是參加苗栗縣政府舉辦的一些清市節活動。那麼就是會全台到處跑，比如說苗栗、台中、新竹到台北都有，就是巡迴的展出。然後我們這樣其實也是從108年一直展到現在。對，那是什麼時候回苗栗的？回苗栗到現在？大學的時候就回苗栗了。哦，所以到現在差不多有已經有6年，差不多6年的時間。所以應該講，就是剛好阿公阿婆在苗栗，然後注意到苗栗有這樣子的一個訊息，所以就離開了台北，而且是全家全部就離開台北，然後來到苗栗。是沒錯。爸爸媽媽、弟弟，對，全家人就一起回苗栗生活。哇，那這樣子在苗栗，然後用一間咖啡堂來經營，然後規副客人共下來上班，我覺得蠻幸福的，就是一家人一起上班的感覺。是沒錯。對，但是也很好奇，為什麼會想到用咖啡這個？因為其實創業可以做很多事情。對，但是你們選擇咖啡啊，爸爸媽媽，你的爸爸媽媽可能以前也有其他的專業，但是最後還是一樣選擇用咖啡這個工具來創業。因為一方面也是我們自己家人的喜好，我爸平常就是1個月，他大概喝咖啡大概喝掉大概3000多塊，算蠻多的哦，1個月3000。對，然後他有時候又會在外面喝到就是不是自己喜歡的咖啡，他就想說，乾脆自己去學習一下，就是去上課啊，買一些專業的設備，就開始自己烘咖啡。從自己烘咖啡開始，是，爸爸也是就自己烘。對，一開始是我爸開始學的，然後開始在教我，然後像我自己烘，已經到現在已經有8年多了。哇！從高中就開始烘了。所以是算係爸爸媽媽開始先來很專業的開始，先從喝咖啡，然後到自己烘咖啡，然後後來維明也開始跟着爸爸媽媽烘哈，然後弟弟現在也一起。對，就是全家人一起投入這個咖啡。所以你們是全家人都熱愛咖啡這個工作？算是。哇！然後就很剛好有這個機會來到苗栗亞達手才，就是來這邊參加這個青創的這個計劃，所以有這樣子的一個店面。是，沒錯。鼓手算是一個很奇特的姻緣來到苗栗，然後到苗栗經營一間咖啡堂。其實我有去過一間咖啡店，我知道親友提醒嘅係家嘅環境懂後，而最主要的是他是希望青年創業，所以像你還有以及都給找手才給另外一間店，他也是青年創業，就是無色咖啡，也有來過 and 福喜來的節目來宣傳哦。鼓手繼續來請維明跟大家來分享一下，你們店的名字也很有特色，但是感覺跟咖啡好像連不太上，你知道嗎？因為想象咖啡係一種很西化的飲料，但是你們的名字聽起來很東方、很神秘的感覺。是，對，為什麼取名叫墨香呢？我們有2個含義，第一個呢是墨香咖啡，就是我們的初衷就是想把美好的事物給默默傳香。默默傳香。對。那第二個呢是取名。是來自咖啡嘛，它本身是從土裡長出來，經過火的烘焙，外表慢慢從綠色變為黑色。綠色變黑色。對，我們咖啡石頭原本是綠色的，豆子。對。
那这是我们第一个墨的由来。那我们咖啡呢，通常是以水的方式来跟大家来相见，那么就是第二个香的由来。哇，这是蔓延哦，那名谁取的名字？另类的猜文解字。谁取的名字？我爸妈取的。哇塞，很会耶！所以用你们的方式去换一个角度去解读咖啡，然后给它一个很有特色的名字。大家一口一次可能糖豆墨香亚用到是不会直觉的想到咖啡，但是进去跟你们聊天之后，就可以获得对于咖啡的另外的解读。是没错，我们通常都会跟客人好好的聊一下，如果对咖啡有兴趣的话。没错，有希沟就是伟明你们的店里面有真的感受到。男妹想爱同台嘎聊天的欲望，坐吧台就对了，坐吧台就可以聊天，然后尽情的喝咖啡。对，而且其实伟明家的店度烘哦，其实唔单像没有另一位，甚至有很多人特别从外地来到伟明的店里面去吃咖啡。因为蛮会按用讲喏，嘿，因为家的个咖啡非常给有特色。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店里招牌的品项类别大概有哪些。我们店里呢，主要是推是单品的庄园手冲咖啡。单品的庄园手冲，大概医师就会讲，你可以选择不一样的豆子。像我们店里有10几种，从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肯亚、巴西都可以选到。所以我今天就说，哎，老板要点一笔手冲咖啡之后，这个老板是会介绍我有各种不同的豆子吗？是，就是通常我会先问客人，就是你喜欢喝酸的还是不酸的？那如果喜欢喝酸的话，我会跟他说，我们店里呢有茶香、花香、酒香、果香这种香气的咖啡。对，那我会给客人一一试闻。哦，就是用一般观众都会理解这种香气，就给他一些味道，不给去限购。哎，你可能平常喜欢喝什么样的味道，或者是你想试试看什么味道的咖啡。是，因为如果是跟我们讲一般观众讲说，哎，亚黑肯亚的这个是哪里的，然后我们就会问号，就想说这个地方的豆子有什么特色。但是经过就是像伟明啊，或者是你的妈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要给体会可能米是很马改，按用对于一般台中来讲，去了解去认识其上的什么个咖啡，他们会比较好选择。对。那除了有手冲之外，其实也有别的，对不对？我们还有一种单品的庄园拿铁，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比如说哥伦比亚豆子啊，去做一些拿铁。像比如说，我今天有带有一个草莓蜜糖，它可以加牛奶，就会变成就是具有草莓又有蜂蜜口感的拿铁，很特别。所以所有的单品豆，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些手冲的豆子，都可以选择拿来做拿铁。对。同一般坑豆色豆这些咖啡店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大部分的咖啡店，你的色豆跟拿铁通常都是用配方豆，就是用一个可能是混搭的豆子，比较少用单一庄园的豆子拿来做拿铁。所以希多亚店妹都后，我可以自己选择我想要用什么豆子来做成拿铁。是。连拿铁都可以选择。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氮气的也可以做。像我们夏天也快到了，其实蛮适合喝这种氮气咖啡。对，它喝起来就是有股这种绵密的泡沫感。对，因为有你都连锁的咖啡厅有喝过氮气，然后比较少在就是这种自己开的咖啡店里面有喝到氮气，所以你们特别用了引进氮气这个设备，然后做氮气咖啡啊，等下做来好好同大家来小见嘅，相信大家都要下幾件當上來感受一下，上來為民家的店妹杜烘嘅咖啡是什麼樣的味道。今天有特別帶來一個我們剛剛講的這個草莓蜜糖，對不對？對，是沒錯。像我們店裡呢，通常如果點手沖的話，我們會附2個杯子。第一個呢，點手沖要2個杯子，為什麼要2個杯子？就是我們可以讓客人體驗同一種咖啡，用不同的杯子來品，會有不同的口感。不同的杯子會，謝謝。像這第一個是我們的寬口壺。寬口杯就是夾個比葉哈飯，是杯口比較寬。然後喝起來會所以待會相較的是杯口比較窄的，對，寬口杯跟窄口杯，喝起來嘅感受會有冇共用會不一樣。會。好，那我需要注意什麼嗎？我現在寬口杯，直接純飲就可以了，可以先聞香。哦，那個香氣非常明顯，一開始就聞到吃頭就是草莓的味道，這很苗栗特色是沒錯。前陣子草莓季，大家應該就是看到草莓蜜糖特別想喝。是，然後順便帶這個豆子當伴手禮回去，這樣。
很顺，然后轻轻的感觉，很清爽。因为这跟 Antel by Seto 可能负咪它强苦味比较强的咖啡完全不一样，它是轻轻柔柔的，然后酸酸，有点像果汁，有一点果汁感觉。对，所以宽口杯色起来是这样子的感受。是没错，喝起来就是香气也会比较明显一点。而且在感觉第一个色类时间，因为它杯口很宽，那个咖啡的小米就会有一点就是很快的这样冲上来。是，那么谢谢。这个是窄口杯。窄口的。我没有这样子喝过哎，就是宽口跟窄口按用带啤起来。生来我有嘛该某 Q， 因为这个杯口是真的跟刚刚比起来蛮小的，是相较之下，然后它壁又比较厚一点，哦，这也有关系，我来感受一下。哦，我觉得这样子喝起来，感觉这个咖啡变得更浓，对，好像突然间浓缩的感觉，对。是，那为什么是取决于说它的壁比较厚嘛？那我们对啊，为什么？还有它那个比较窄，我们接续舌的面筋会比较靠近中间的舌的中间，所以我们喝起来有一股错觉会比较浓一点。而宽口的话，就是我们接触舌面就比较广，所以比较多浓液会进到我们嘴巴，然后香气呢也更多会带入到鼻腔之中。所以相对的香气会比较高一点。所以这个宽口杯可能淋起了黑小米它从香气比较重，然后窄口杯喝起来就是它的口感会比较浓郁的感觉。哦，原来迄按呢，一类单品咖啡，你做的用两种无香用嘅鼻也是都无香用嘅口感。故说咖啡嘅后门真紧动动，基本是亲难的有强的为民，还有动动内容一同大家分享先，休息下等下再个转来。好，分享大家又做到福起来咧，我係总一群阿群妹。今日嘅节目当中邀請到，從細雖然都喺台北台，啊唔過因為爸爸媽媽想要來開創一個新嘅工作，故所家到轉到苗栗，轉到阿公阿婆鴉片哦，到鴉片來，重新有一間品牌來做咖啡，韓國係幾個客人向下來經營哦。故所家下要同大家來分享到家到點咩都可有動到，輕有特色嘅也到咖啡嘅產品，可能都當到嘅咖啡店都冇看過冇聽過，啊唔過根本嘅節目當中，你就做得來了解到，也喺台灣上來啲嘅流行乜嘅冇共用嘅咖啡哦。韓國家有講到係因為啊同亞苗栗的這個青創的這個計劃合作，故所在苗栗的這一個很特殊的地點，你們開了一間店面。那這間店面呢？我為什麼會說它很特殊？係因為有懂到鄉親朋友，很多這個朋友要去找你們的時候，可能兩個老闆就想講咖啡店都那一片啊，會行那一片，然後其實大家都會有一個困惑，我到底要怎麼進去，對不對？對，很多客人都說一進來店裡就說，你們店裡很難找然後有些人就說，我找了半個小時都找不到。它很難找，並不是因為說它在什麼很蜿蜒的或者是很遙遠的山上，沒按呢，黑影力就衝在這個公家機關裡面，是，它實際上也是在公家機關裡面。然後我們外面有一層圍牆，所以很少客人會真的很難找，一下就找到我們。對，但是如果找到了啊，這片順通其實說真的蠻好停車的。是，對，大概可以容量20到30台車。20到30台車，所以可以很多人去。對，也蠻適合包場的。哦，店面也很大，對不對？就是裡面我們像室內大概可以容納大概50個人。哇，那其實算是很棒的空間，而且剛剛有看到那個照片，其實感覺店面都很真運動獎，因為感覺 Noble 有一個像是戶外的廣場，對，然後還有一棵很大照片在這裡，還有一棵很大2棵很大的樹，對，很大的那個算是比較很年長的榕樹。對啊，故說其實也環境上很懂吼，我之前沒去過這片，然後你知道本人 I 人，所以我就坐在那個從門順通窗戶旁邊，然後給義工按用照落來，我就覺得哇，在那邊好享受哦。而且雖然剛剛有講到，它是一個好像在有點隱秘的地方，啊，唔講愛松柏黑廉價去找你們，然後我看到超多客人的耶。對，我們通常都會客滿哦。可是大家是怎麼找到你們的啊？他們通常就是來
突然到一个地方，他们搜寻在 Google 上面搜寻咖啡厅，然后通常我们的墨香咖啡很容易就是排名到前几名。哦，就是大家好评不断就对了。对，运气也不错，到现在也是好评，维持都是好评。古时候其实虽然家嘅所在冇按后请，不过因为用路的管很，古时候大家也很容易透过网络找到你们，然后就是去里面体验咖啡，而且还蛮多人会再来的，对不对？对，我们回头客蛮多的哦。来过再来，就是想要来喝好喝的咖啡。对，古时候冇用用后，来爸爸就开始请专业嘅来研究咖啡，然后现在2个儿子都一起了，所以就是大家一起研究咖啡，希望咖啡越来越好吃。那现在接下来呢，我们也要再go本台家来感受一下某用用嘅咖啡，而且也是有苗栗特色哦。泰哥昨天来团宽呐，来猜猜看，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苗栗的特色是什么咖啡 ？OK， 那这里呢，我会大家带来是我们跟南庄做结合的一杯叫桂兰公主。南庄有桂花香，是，没错，所以有这个桂花的特色，叫做桂兰公主。刚刚有讲到草莓可以做成苗栗特色的咖啡，是，亚哈雷州南庄的苗栗特色桂花。对，我们这一支呢，它就是有桂花还有蓝莓的香气。这个是刚刚磨好的粉，可以先给你闻一下。我看。它现在闻起来蓝莓的香气蛮明显的，是桂花暂时还没有闻到，但是因为豆子在冲之前跟冲之后的味道会完全不一样。我们桂花的时候在喝的时候会比较明显一些。所以在店里面也是磨好也可以，对，磨好我们都会给客人试闻，先体验一下它的干香。因为我们咖啡豆，我们说它的香气，我们要先从豆香，再到它的干香，最后到湿香，最后到我们自己喝到我们嘴巴最后的香气。好专业哦！我们先从就是示范手冲来给大家看一下，在店里如果是点单品的话，也是用手冲的方式呈现给大家。我通常都会用手冲。那我们这里比较特别的是说，我们这里用的水温会比较高一点。因为我们木香呢是强调香气的咖啡厅，想要让客人一闻就知道这是什么风味，对，算是比较走向风味明确型的。对，因为它其实泡咖啡的方法然后技巧有很多，也没有说一定要怎么做，但是大家咖啡店都有其他想要分享的提示。像我之前就有人说，如果你喜欢喝很清淡的味道，你就可以用比较低温的水去冲。但是刚刚伟明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来批到咖啡特会跟香味，所以用比较高温的水，所以它是比较容易带出香气的。对，然后粉也磨得比较细，对，接触水多一点。是，然后我们就是这样，算是一刀流把它快速的冲完。一刀流，医师黑工没有停止水。对，没有停止。就扣除闷蒸的话，就是不分段，不就是直接一次把它煮完。大家不要看手冲很容易，其实也很想要模仿厉害的手冲咖啡师，但是有师跟没有师，就会某穷用。虽然冲出来很黑做的深啦，就还是好喝啦，但是感受真的会不一样。是，对。好，所以这个颜色看起来它有一点像是红茶的颜色。对，其实我们可以从颜色来判断。对，像这个呢，它就是喝起来会比较算是顺口型的，不是那种很浓郁的那一种。所以它也是浅焙的，对，浅焙的咖啡豆，对。好，然后今天特别也是准备漂亮的杯子哦，这样子给我是不是？对，来。所以通常在店里面也是这样子。我们通常店里的话，我们偶尔也会给客人这样子的体验。如果客人想用分享服务，就是点一杯，然后大家一起分享，我就会这样子出杯。然后这个杯子还有特别的名字，它叫左手杯。是。因为左手拿比较顺。是，对。右手拿就怪怪的。左手这样食指卡到呀，肚肚后，好，也很优雅。对，很优雅。好，来试试看。哇，我觉得给我们一清雄酥，来批宽拿米西。有大家规划的米西呀，它就出来，因为雅布卡有种规划。我家门口就有一棵桂花树，所以我对桂花的味道
非常非常熟悉。不过暗涌这样桂花的味道是怎么进去咖啡豆里的啊？其实我们在做后置厌氧发酵技术，像这支豆子呢，就是跟我们水果一起做发酵，然后途中就是有加入一些就是酵素之类的，那它会有这种风味。所以它并不一定真的有加桂花，是发酵的过程跟制作的过程当中，本身有桂花的香气，而且它真的是桂花的香气，我不仅闻出来，连喝下去，喝下去都感觉有一些类这个是桂花茶的感觉。然后因为刚刚有讲都有一点点蓝莓的味道，故说感觉嘴里会带一些类甜，它就是有桂花跟香甜的感觉。这个应该是很受欢迎的一支吧？是墨香的第1名的咖啡。像今年的过年期间，很多人一喝到这一支就带好几包回去，然后跟大家做分享。然后就说我去苗栗撩，然后有一些苗栗有一些桂花香，对不对？那你有没有喝过有桂花味道的咖啡？对，古时候用暗涌跟风声，所以它只要有很仔细的去调配它的味道，在制作跟沟场当中，就可以让它产生非常多风味的变化的咖啡。对，所以迄道为民嘅点美杜烘做的感受到某用嘅，我觉得算是不一样的咖啡体验啦。而且不仅仅是手冲，刚刚有讲到的氮气的部分，氮气一般来讲，通常的咖啡厅你比较少看到，你可能要去很大的连锁的咖啡厅，比较有机会喝到氮气暗涌给咖啡。但是氮气它到底是什么样叫做氮气咖啡嘞？氮气咖啡呢，就是像我们店里制作过程中，我们会先用冰手冲，先冲一壶冰的，然后呢，我们再加入一个就是专门就是氮气的仪器，然后我们有一个氮气的填充罐，把它就是灌进去，然后稍微等它摇个30秒，就再把它倒出来。跟我们打气泡水是不一样的，气泡水是会插的那种感觉。对，气泡水打的是2氧化碳，所以喝起来是很刺激。那我们这打的是算是氮气，它喝起来就是类似于生啤酒上面的那种泡泡的感觉。对，而且我上摆去面喝氮气咖啡，第四个感觉很特别，因为我从来没试过手冲的冰咖啡拿来氮气，那感觉是你在喝手冲的时候，你可以吃到这个它的原味，对，但是氮气你好像把它变轻了，它就像是奶盖在上面的感觉，类似于泡沫红茶的上面的泡沫的口感。可是那个氮气的泡沫是很绵密、很浓郁的。对，就算你有的人可能不喜欢直接喝这种黑咖啡，但是氮气却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氮气的泡沫感让它变得很像有一些的奶味的感觉。对，会有多一点奶味，而且喝起来会更滑顺。对，所以我觉得做在都点美杜烘去体验，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豆子，然后来选氮气的这种做法也是很特别。那除了氮气，还有一个动飞工，会发动到事件呢。动动里面某熊会做的叫做冰滴，你们也有？有，是真的是算是制作过程最长的算是一种咖啡的形式。像我们做冰滴，通常是滴好一杯大概400ml要花4个小时到5个小时。因为我们调整是4秒1滴，然后全部滴完，就是1个下午的时间了。然后通常隔天还不能出杯哦，通常要放置2到3天。我们要先让它在就是冰箱里面再做继续的发酵的动作。你可以让这咖啡呢，它喝起来会更像果汁的口感。所以这个就不能自己选了吧？你要的有粥，你们有做当中的生类粥，对，不能说来这边说我要喝这个冰滴，没有哦。因为要2天之后才可以来喝。你要2天前打电话预约才能喝得到。对，所以其实就基本上觉得同大家分享，其实咖啡做的有做的动到无kyung用的做法，可能就讲样嘅想象，也等下还有动到有关咖啡嘅新的风潮、新的知识同大家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好，欢迎大家又轉到復起來咧，我係總一群阿群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呀，轉到苗栗啊，可以見咖啡店，幾乎看人向下來經營，係個家嘅咖啡真人請有提醒做得去凸顯起個中意嘅咖啡嘅美食，係個用無kyung用嘅做法，可能上會嘛該就做得，不過可能會有啲人講，係個愛真人。
中午得是咖啡呢。有些人不喝咖啡，但是去到你们店里，还可以做的有其他的选择，还是有不同的选择，而且还是要有苗栗特色就对了。对，是没错。就是我拿头前压比非常漂亮的渐层，这一杯是什么？像这杯呢，是我们跟苗栗的公馆的蜜香洋蜂场合作，叫蜜香拿铁，使用他们的花粉还有蜂蜜来调和而成的。喝起来花粉，对，花粉哦，很少人会用花粉来做这种咖啡特调。对，那它喝起来比较特别，就是会有一股南瓜的香气。花粉，所以会有南瓜的香气，很特别。所以它不仅可以做有咖啡的拿铁，也可以红茶的拿铁，对不对？对，也是可以做的。哦，所以你会是有咖啡、抹咖啡，全部就做的。那现在来试试看这个青 T 撇的一笔，我们要先把它搅散，是，把下面的花粉跟蜂蜜，然后中间有牛奶，上面有浓缩咖啡，很漂亮哎。我第一百是都暗涌跟感觉，它是花香是第一个跑出来的味道，是。然后你刚刚说南瓜，还有我刚刚有一点小却步，不过其实没有真的那么南瓜啦，对啊，就是微微的南瓜香气，后面都会有那个花粉的味道跑出来，是蔓延熊豆老花粉跟咖啡结合，谁想到的？算是共同研发的。我们跟那个他们想说，其实我们可以试试看，因为平常坊间就有一些什么蜂蜜拿铁啊，那为什么我们想说花粉也可以试试看？因为一般花粉大家好像都不知道怎么吃，就是会觉得，那可能可以吃，可能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吃比较好啊，可能对身体有一点好处，但我也不知道好处在哪里。那要这样子一颗吃嘛，好像又没有什么味道，又有一点粉粉的，不知道怎么吃。所以想到这样子的方法是这样的结合哦，对，我们店里是卖最好的就是这个特调，卖最好的，对，哇，懂有特色，很不一样。所以其实有看到吼呀，这个伟明家的贵妇卡尼，大家都很努力的在想这个咖啡可以怎么样变化，也还讲甚至可以怎么样把苗栗的特色结合进来，是。对，一直都在做这样子的事情，而且出体暗用，因为今日我们东乡的老咖啡也的底色分享给其他后上的朋友，其实也很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你们的咖啡的知识，对不对？也有去外面上课。对，就我们平常有去裕达科技或者是联合大学，然后像我们去年苗栗县政府也要邀请我当他们一些咖啡的创业的讲师。咖啡创业的讲师，意思就是要帮你们建立对手嘛？也算不是啦，就是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些咖啡知识，还有一些创业一些前面一些要准备什么东西啊。对，就要教他们这样子。所以其实你很愿意跟大家分享你创业的这些经历。算是，也是可以让他们少走比较多弯路啦，可以直接快速的去学习到一些开店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技术或者是技巧之类的。很棒哎，用爱用嘅方式，希望大家就做得做得请到去家上会做的事情，还够唔好按辛苦，不要这么辛苦。是，对，所以不仅仅是这样，开口搞配音，好咖啡的底色以外，其实伟明家的贵妇卡尼也是很认真的在进修自己的咖啡的知识，对不对？对，像我平常固定都会跑台北来这边继续进修，然后学一些咖啡一些新的知识或者一些处理法之类的。然后有时候也会去做一些杯测，去品尝一些什么新进的一些咖啡生豆，然后有些特色的我们会去进来，然后就是去研发一些在地特色的咖啡这样。而且你们找到了这个豆子之后，也是赚豆腐卡自己去烘豆。对。所以就做对自己去变化不一样的味道。是没错。我觉得其实咖啡真的可以一天味觉的考验。是没错。对，像我们通常烘一杯咖啡，我花好几锅去做练习。对。像我大概会花3、4锅去练我们那个就是烘焙的曲线。然后有时候觉得烘焙不够，味道没出来，那这一锅就会报废，也不能卖。对。对咖啡师来讲是味觉的考验啊，对于一般呢乡亲朋友，我们这些消费者来讲，每吃都是有一种味觉的考验，因为你知道你们这些咖啡师啊，都会想要把你们呈现的味道下都当狗，然后上面有什么花香啊，你就像刚刚讲的蓝莓、桂花，可是它是很明显，但是有一些会写的，你知道他写10几个味道。
那可能我买第4时，我根本就没有吃出来，然后想说怎么办？怎么办？它有这个味道吗？它有这个味道吗？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蛮好训练自己味觉的一个方法。是。顾寿，你们好像也有跟这个失智结合，对不对？觉得喝咖啡可以训练老人防失智这个部分。对，像去年我们是跟一个苗栗卫生局合作，就创办一些1天的咖啡师体验。那这些长辈们来这里练习挑生豆，然后手冲咖啡，然后还有一些嗅觉的测试。对，像那这是照片是我们在拉花，像那些他们可以练习，对，就是自己做图，然后对啊，让他们自己会自己就还有一种成就感，说自己给自己拉一杯花自己喝。而且其实给的第一个透过去品尝咖啡的米西，韩国去用脑袋去连接那个味道，其实也可以训练他们脑袋的思路，对不对？是没错。所以周队公，黑公身体咖啡因受得了的话，其实喝咖啡还蛮好玩的。对啊，可以体验各种国家不同的特色。没错，对各个国家不同的特色，而且有很多不同的做法。故说，其实为民真件家个咖啡的底色有非常非常多，虽然佢同好上，啊，不过真件有同到想去同大家来分享的。啊，今日一个福喜卡拉 OK 就会请为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你买的咖啡调过后，就会想讲我要怎么保存。密封可能是一个方法，可是有时候黑公买太多真的生不太的时间。有人会说我的咖啡豆可以拿去冰吗？那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呢？其实是可以的哦，像我们在冰冷冻的时候，我建议可以冰冷冻。哦，冷冻哦，不是冷藏，冷冻。冷冻反而可以让豆子保存更久。那怎么冰呢？就是说你在冰之前要先分装，一次就装就是你泡一次的用量。像假如我泡一杯咖啡15克的话，对，我就是假设你买200多克咖啡，就是大概分个20几包。15克一包，15克一包，总之就是你100都得设了一次可以喝得完的量。对，那我们取出来的时候就拿1包就好了。因为通常你怕豆子拿出来接触到空气会有潮湿嘛。对。所以我们就是拿1包出来，赶快磨一磨，然后赶快做萃取这样子。原来是这样，因为懂你就会想说，那我就是去卖场先磨好了，可是磨好它的味道就会一直流失，然后保存也不好保存。对，所以放冷冻是可以的。放冷冻是可以的。原来係呢。嗰時候咖啡天司機頭前咧鄉親朋友有好多嘛，有嘗試喺講牛機可以買到凍貴1包的咖啡豆，買很好的咖啡豆，然後想說，不用凍久，想分很多次喝的話，你就真的用按勇嘅方法。一次包一个小小的量，对，然后一次把它喝完，是，对，也咪係一個好方法喎。嗰時候，福喜來嘅時候嘅咖啡咪有幾年呢？啊，然後嘅都當到冇共用咖啡嘅生法、做法，然後甚至規個咖啡嘅整個風潮都有一點點不一樣。然後為民爸爸媽媽開始研究，然後你們現在也一起研究，到現在。台灣的咖啡的變化其實也跟過去有一點不一樣，有點進入新一波的感覺。對，像我們會說是叫第4波的咖啡的風潮。第4波，那剛剛耳朵第4波跟前面有什麼不一樣？前面好像就是大家會比較喜歡，沒有那麼喜歡比較深烘焙，可能會走比較淺的路線，是比較喜歡會有酸氣、香氣的。是，像我們台灣前幾年就喝比較，就是精品咖啡剛流行的時候是流行喝酸的，然後就說，比如說帶點花香、果香的香氣，耶加雪菲，對，耶加雪菲或者是什麼，伊索比亞豆子非常多，比較酸味比較明顯，像肯亞的也是酸味也是很明顯的。然後像我們第4波呢，其實我們講究是在講厭氧發酵，在發酵的部分是，就是我們像有些呢會做一些靜置的傳統的發酵，有些呢會加一些酵素，那有些就像我們剛剛的那個桂蘭公主，是，那有些是直接把果汁榨成把水果榨成果汁，直接放到那個豆子發酵裡，對。所以這樣子那個豆子就會真正有各種水果的香氣。是，像我們以前有一支叫哥倫比亞的露露果，它就是當地的水果。然後就水果，當地的水果就叫露露果哦，對，然後就把它榨成果汁，然後把豆子放進去做浸泡個2到3天，再把它取出來曬乾，
所以你在喝的时候就很明显的就是当地的露露果的风味。哇，所以都亚哈可能滚滚跟咖比也有很多不同的变化。不过台湾亚哈大概是走到就是比较新的，可能是走到这一个状态，会有很多某用给果香或者是发酵的方法。可能大家一开始会吃到法拉比包爱和一种糖唔是，不过迄讲伊很多咖比店底度去跟老板呐、老板娘聊聊天呐、你就真的对家的给共发当中，就会了解到，原来这个咖啡可能是这个味道，可能是我喜欢的味道。对，故说同大家来分享，没有理由按用嘅一间咖啡店，有限的时间真紧，就得去好好聊聊里面下咖啡，去打嘴鼓一下哦。今日也谢谢伟明又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谢谢。谢谢，不会。为什么天司机条件观众朋友嘅舒康休息下，等下共下来做运动哦。大家知道有节目好看无啊？我记得啦，我来福喜来嘅免数轻站，韩国客家天视台嘅 YouTube 频道，咪记得我来轻站听嘅韩国影片嘅链接啦，记得我分享出去哦。